各位香港 Android 朋友，大家好，我係發仔。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部手機最近好似自己默默下載咗一個陌生嘅 app，叫做 Android Developer Verifier。Android 開發人員驗證。如果仲未見到嘅朋友，大家嚟緊好快都會收到同見到㗎啦。就連發仔我自己部小米11T 手機都已經喺2026年8月23日由 Google 自行默默安裝咗喺部機度。發仔好明白咁多位朋友嘅感受，見到部手機突然多咗個陌生 app，第一時間會驚會擔心自己部機係咪中咗毒，呢個絕對係好正常嘅反應，發仔完全理解，大家千祈唔使驚唔使擔心。發仔今日就為各位朋友派定心丸，一次過同大家拆解呢個 APP 嘅背景，點解 Google 要喺2026年推出佢，同埋2027年1月1日全面強制實施之後究竟會點樣？呢個 APP 幾時推出？點解要推出？確實推出年份與背景，呢個係 Google 喺2026年透過系統更新 Google System Updates 正式自動部署到 Android 裝置上嘅背景系統服務 package 名係 com.google android.verifier。點解要推行保障安全？平時成日都有好多朋友好鍾意喺第三方程式或網上隨便下載不明來歷嘅檔案嚟裝，大家知唔知咁樣其實勁唔安全，好容易隨時中招，裝咗惡意軟件都唔知。呢個 app 嘅存在其實就係防止你部手機裝到呢啲惡意軟件嘅最強保證。只要大家平時乖乖地喺 Google Play 安裝嘢，嗰啲全部都係正規公司嘅正牌軟件，安全絕對有保障，大家真係唔使擔心。2027年1月1日全面強制實施，實施後會點？全方位安全阻擋。到時如果你喺網絡上隨便下載未經官方開發人員驗證嘅 App，系統就會自動彈出安全警告，並進行全面阻擋，唔俾你直接安裝。堅持要裝不明軟件會點？如果你哋真係咁堅持唔喺 Google Play 裝，一定要冒險去裝嗰啲不明來歷嘅軟件。到時你哋唯有要根據返自己手機唔同牌子嘅設定方式，親手開啟開發人員相關功能同驗證程序，你先至可以裝得到。如果唔開嘅話，你哋係絕對裝唔到嘅。呢個設計就係為咗徹底防止大家誤裝惡意程式。3. 重大提醒：手殘解除安裝會點？佢會自己自動裝返轉頭㗎。好多朋友見到部機自己多咗個 app， 眼冤想去設定強行將佢解除安裝，但大家要特別留意返，呢個係 Android 系統級嘅底層安全防護服務。如果你夾硬去移除咗佢系統或者相關服務，偵測到缺少咗呢個元件，喺背景會自動重新幫你下載同安裝返，所以大家真係唔使嘥氣去手動刪除佢。就算見到佢自己出現留喺部機入面，千祈唔使騰，更加唔使驚，呢個絕對係正常現象，純粹係 Google 幫你部機緊守安全防線。如果大家覺得發仔今日為大家派嘅呢粒定心丸夠晒實用，幫香港嘅 Android 朋友消除晒疑慮，建立良好心理準備，記得幫我點讚、like、訂閱、subscribe 頻道，開啟小鈴鐺，順手分享 share 我呢條影片俾身邊所有香港嘅 Android 朋友，等大家見到時知咩事，唔使驚唔使擔心。